小侯爷，小侯爷，什么事啊？这么晚了？小侯爷，小侯爷，兰陵公主已在前厅等候，说朝廷刚刚颁布了一道诏令，出大事了。最好是出大事了，要不然你就要出大事了。公主，你怎么来了？子豪，刚刚得到的消息，朝廷就要颁布禁酒令了。禁酒令？昨日许敬宗上奏，皇上已经批了，不日就要颁布。好端端的颁什么禁酒令啊？之前也颁布过短期的禁酒令，但是近日吐蕃兵乱，商洛地震，最近长江流域也闹了水灾，整个大唐现在都是用粮食的地方，此次的禁酒令非同以往啊。就是说这次时间会长。照这个情形看，时间不会短，所以夫君提早做好准备。这课今儿又上来了，不行了，我先回去睡觉了，你也早点回去睡啊。夫君，现在哪是睡觉的时候？不吃辣椒不叫革命，人不睡觉早晚得病。啊，听话，来来，回去睡吧，别得病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亲一个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想这个？哎，来都来了，不亲一个亏了呀。来，亲一个。我走了。再来一个。夫君，兰陵公主什么事情啊？这么急？没什么事，她大惊小怪的。那到底什么事情啊？就是她说朝廷颁布了一个禁酒令，我说那大不了以后不喝酒就是了嘛。唉，也是啊，咱们家酿酒是为了做花露水，也不是为了喝。这禁酒令对咱们家也没什么太大的影响。我勒个去！出大事了！快把老四叫来！快呀！姐夫，这消息可靠吗？兰陵公主发的消息应该没错。咱家的生意主要依靠酒肆和花露水，这一旦禁酒，咱家的生意就没了进项呀。没错。而且早有客商半年前就预定了花露水，到时候咱交不出货，何止是没了进项，还得双倍赔偿，咱家的生意就垮了呀。没错。那怎么办呀？找你来就是想问你怎么办啊？为今之计，就只有依靠姐夫的聪明才智，才能渡此难关了。听了你的锦囊妙计，简直让我跟我的小伙伴都他妈痴呆了呀！哎，我说你们俩说了半天，我才知道这个禁酒令的严重性啊！不然时候不早了，洗洗睡吧。哎，夫君，你不要瞧不起我呀！哎，我倒是有个主意，什么主意？趁着别人还不知道这个消息，把咱们家现在手头上的生意啊，全部都盘出去，得来的钱呢，在关中的好地界全部都买成地。那个姐，哎，老四，我的主意不错吧？时候不早了，洗洗睡吧。啊，等等，好主意啊！姐夫，你怎么也跟着？趁着大家都没知道这个消息，我们可以囤酒啊！囤酒？对呀，囤酒。大量的囤酒，把市面上能收购的酒都囤过来。我们先制成花露水给那些预购的客人，这样我们就少了失信的风险。那以后呢？咱们花露水产量这么大，囤的酒定然不够呀。朝廷禁酒肯定只是一时的，而且80%是尽量不禁卖。到时候我们家囤的酒奇货可居，就靠卖酒也能撑一阵子。那要是也禁卖呢？如果禁卖，咱就偷着卖，顺便也偷着酿得了，咱能赚得更多。哎，好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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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不行，在遥远的薯条之国，有一个叫艾尔卡彭的混胖子，在禁酒的时代，他靠着冲锋枪、手榴弹和卖私酒赚了大钱。但是后来呢，他被抓了，原因是没交税。那我们交税不就行了吗？交税？你卖私酒还交税，不等于自首一样吗？那就做成花露水，风险小，再加上由于原材料少，
咱顺理成章就卖个高价。不行，花露水不光是咱们家的进项，也是咱们家的招牌。你这么干，咱们家就没有信誉了。这种事儿在21世纪可以，大唐可不行。夫君，你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那到底要怎么办呢？禁酒是和生产力挂钩，如今大唐正值盛世，也就是说，禁酒应该不会持续太久。问题是，咱们怎么撑过这段时间？这样，明天我先去兰陵那里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，然后组织大家收酒。老四，你去我们家的酿酒作坊，务必赶在禁酒令下达之前，日夜不停的酿酒。放心吧，姐夫。夫君，那我呢？你去跟二女看看长安城周边有没有什么好地。我还以为我的建议啊只配洗洗睡了呢。洗睡。公主，夫君，公主，这么一大早的急着赶来，怎么不是昨天气定神闲的派头了？神不闲了，神不闲。坐。哎呀，昨天睡晕了，没想那么多。哎，你快跟我说说，那个禁酒令什么时候颁布？具体时间尚不得知，但应该不会太久。不是，那这事儿除了你还有谁知道？只有几个宗族和一些朝中大臣。不过像这种事情，一旦有一个人知道，过不了多久，满城皆知。那内府那边呢？内府怎么了？内府，我这不是给内府特供着花露水了吗？这个酿花露水都得需要酿酒啊，如果没有酒的话，那也没法给内府特供了。夫君绕了这么半天，终于说出最关心的事儿了，原来是在打内府的主意。不是打主意，我也是为皇上考虑啊。我听说了，说外藩那边的花露水都是由内府把持着的。你想，如果这个花露水特供不上了，那对内府不也是进项的损失吗？所以在这个问题上，我王家跟内府是持一个立场的。那夫君的意思是想借着内府的关系私酿？哎呀，也不能说是私酿吧，就算是奉旨私酿。那你贵为公主，就是批个条子的事儿。这绝不可能。我大唐向来律法严明，天子与庶民同罪。如果内府为了一己之私这么做的话，那陛下就会丧失民心，民心尽失。怎么越说越严重？眼看着我就要把大唐的根基给拔了，是吧？我还千古罪人了，我还。夫君，于公我当然心向内府，但于私我心向夫君。也正因为此，平日里我总跟夫君讨价还价，相互计算，但总能想出个法子来，让两家都不吃亏。可是私酿这件事儿，说开来不是钱的问题，而是关乎于百姓的信任。这件事儿，我万万不能应你。哎，好吧，我理解你。其实这事儿你要是学了私，你就不是你了。那夫君打算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眼下也只有囤酒这一条路了。哎，你好，客官要点什么？不要什么了。你们老板呢？他在里面。你帮我叫一下。哎，好的，您稍等一下啊。哎，小辉，哎，好久不见。哎，好久不见，你找我啊？这不是，老丈人啊，过70大寿，家里边的酒呢可能不太够，所以想从你这儿打点回去。这酒怎么了？这还有什么难言之隐？小侯爷，您是来收酒的吧？这为什么这么说呀？不瞒您说，今日上不连您已经来了3波收酒的了。是吗？对。这酒怎么还一时半会儿还成了紧俏货了？这什么原因啊？哎，这个在下也就不知道了。
难不成朝廷又要有什么大动作？是吗？您要是真要，那要不您看您加点钱？那就这样，就按我说的，今天务必把你们家的酒都给我搬过去。侯爷您放心，今天我指定差人把您的酒都给你送家去。我那个定金可都先预付给你了，如果再有人来收酒，你知道。这个侯爷您放心，既然收了您的定金，别人即使花1000金再来买我的酒，我也指定不能卖他们一滴。你放心就行了。对喽，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信誉啊。好了，那我走了。好嘞，侯爷您慢走。告辞。账务本应交地租米子200斤，实交栓子多少？我看一下啊。哎，200斤钱数，实交200斤。下一个。部长法，哎，今年收成好，你看这佃户交了租子，心里头乐开花了都。哎呀，你说这其他的大户吧，这遇上丰年呐，他就涨租；咱家小侯爷呢，遇上丰年他不涨租，而且呢还减租呢。你说这佃户们他能不高兴吗？啊？是啊是啊。哎，来，到这儿来。哎，先说，哎，大侯爷。叫上家里所有的人手，什么活都别干了，都撂下，跟我走，快！哎，别，小侯爷，咱们租子刚交了一半，你这停下来不？停，什么活都别干了。今天缴了的就缴了，没缴了赶明儿再来吧。那个不好意思啊，乡亲们有点急事儿，快，胡先生，记得把花露水作坊的账本也带着，到那边我给你们交代点事儿啊。快，走，不好意思了啊。哎，好，走。各位，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博弈，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。虽然敌人已于暗处对我方先下手为强，但我相信最终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，是因为我们拥有最杰出的战士，对不对？兵分4路出发。来，快来！您慢走，过来，老板。这位客官有何指教？收酒，高价收酒。哦，收酒啊，收酒这价钱呢可不低，您能给出多少钱？我出这个数。这个数，我出这个数。这个数，你这收酒呢还是卖血呢？好说。哎，兄弟，怎么着？随我往这儿看啊，路口左拐，请。哦，哎，不对，去那边干嘛呀？别在我这儿碍眼呢。嘿，你可真横，酒多的是。2两子，走，别的地方收酒去。请。哼。老板，哟，2位客官，怎么又回来了？按你说的，这个数全都要了。不卖。嘿，你刚才说是这个数。刚才呀，是刚才，现在涨价了。想玩横的是吧？哎呦，想当初我闯江湖的时候，人送外号镇西丹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就是说呀，我单人独骑就能镇得住这长安西市。跟我玩还早点儿。我的个妈呀！
能给我掉链子啊。哦。另外啊，你要虚心的向我学习。哦。还有啊，你觉得栓子和二娘子怎么样啊？啊？说着还和他们俩有关系？哦，那倒没关系，我就是问问。栓子为人挺好的，就是有点没魄力。形容的还真贴切。那二娘子呢？二娘子，她平常沉默寡言，为人善良，而且也挺阳刚的。哎，你该不会是喜欢上二娘子了吧？没有，我对二娘子绝无私情。那栓子呢？更不可能了。这下我就放心了。咱们现在去办正事儿吧。哎呀，你倒是快走呀！哎呀，老板，好热呀！哎，你来。我不会。没关系，你来吧。我不行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放开点，没事。哎呀，算了，你跟我学，这个可是有要领的。这个老板他八成是个断袖，咱们换别家吧。不干呢？子豪兄，子豪兄，来坐坐坐。还客气。说什么呢？子豪兄啊，有个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讲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不是，你说。那我可直说了啊。说啊。我觉得你这酒掺水了。这也许是酿造的时候没有注意，你这不能把话说的这么绝对啊！哎，没错。什么没错？是兑水了。这啊，子豪生意也不好做，咱们大家都应该理解。没事儿。不是，这个禁酒令啊，马上就要颁布了。这现在呢，这酒里边是兑了点水，将来呢还会大量兑水，再将来还指不定往里兑什么。这子豪兄啊，禁酒令是真的呀，千真万确啊。那禁酒令要是宣布了呀，咱们就不喝酒了。这你往里兑水，这不砸招牌吗？哎，不砸招牌，以后我这会所里边也不卖白酒了。那你卖什么？鸡尾酒。鸡尾酒？什么是鸡尾酒啊？哎，秦兄，这你还不知道吗？顾名思义，这鸡尾酒啊，就是鸡喝的酒。有道理。那为什么不叫鸡酒，叫鸡尾酒呢？对啊，八成就是这个鸡呀，喝多了，撒酒疯，追着自己尾巴跑，人们看到了就叫它鸡尾酒。行了，程兄你别编了啊！那你说那是狗，鸡没有追着自己尾巴跑的啊？哎，那我又知道了。行，你别知道了。我跟你们说，这个鸡尾酒跟这鸡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这个鸡尾酒最早发源自遥远的薯条之国，口感特殊，充满了异域风情。哦，那就是胡人喝的酒。对，也就是洋酒。这蛮夷，喝个酒又鸡又洋的。既然是胡人酿的酒，我想这口感一定非常独特。子豪兄，我都迫不及待的想尝尝了。哎，对，快拿出来，别藏着了。别急。如果你们二位真的想赶紧尝到这种酒呢，那就帮在下一个小忙。没问题呀。好啊，痛快。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，是吧？哎呦，好爷。
胡先生，这酒收的怎么样啊？哎呀，这不到平时的一半啊！怎么这么少啊？回小侯爷，开始几天呢还算顺利，但现在呢，知道禁酒令的人是越来越多了。长安城内各大酒肆酿酒作坊基本上是被抢购一空，咱们要想采购啊，只能往长安周边去了。是啊。哎，二娘子，小侯爷，你收的怎么样？钱老六，你以为你装成老实人就没人认得你了是吗？钱老六，钱老六是谁啊？江洋大盗钱老六。装酷是什么意思啊？装酷就是装逼。那装逼又是何意？这个我也不太懂。姐夫说装逼就是内虚，外强而中干。哦，这我就明白了。人病脉不病，外强中干，名曰内虚，一般还伴有尿频。哟，内行呀！又走过了一个城，又爱上了另个人之后，给你唱过的情歌，唱给别人来感受。谁说得不到的就不能再深情的歌颂？情歌没错，错的是感动。一个被爱的人爱了别人，凭一句自由，跟着另个人把曾经的人忘掉之后，抓不到的幸福越用力就越换来落空，苦涩后懂事，怀里有自由。爱了几分，旧的很几分，岁月冲淡了认真，谁都能说天长地久，谁又能真的跨越千年厮守？当冬天落寞，春天悄然来临的时候，人生本来是场